首先咧，等我介紹一下第一位嘅講師高錦明博士嘅。鍾德高佢係香港科技大學生物化學系嘅副教授，喺加拿大攞咗博士學位之後咧，就一直喺科技大學做一啲嘅中草藥嘅研究。喺今年嘅3月，我哋貝達恩好榮幸可以邀請到高博士為我哋嘅BioM健美儀做咗一個科學嘅研究。咁我哋而家就有請高博士為我哋講解下究竟呢一部儀器個科研結果會係點樣嘅。有請 Dr. 高。各位朋友，大家好。咁我哋經過2個禮拜多以嚟，即係咁沉悶嘅天氣咧，咁今日好高興咧，能夠喺初見陽光嘅情況之下咧，同大家介紹一部即係一個嶄新，即係我自己形容係一個嶄新嘅高科技嘅產品 BioM 2000 Spark 叫能量充喐。咁咧，我今日咧最主要咧就係個講咧就會分開2部分啦。第一部分咧就係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 BioM 2000 Spark 能量充肉，究竟佢點解會對身體產生一啲好嘅作用咧？咁首先咧就係我自己咧同呢個作用咧就起咗個英文名咁叫做 HOF。咁咩叫做 HOF 咧？咁大家睇下呢度就知道㗎啦。咁首先咧就係高電位啦。如果英文就係一個叫 High Electrical Potential 超長電磁波，即係呢個叫做 Ultra Long Electromagnetic Wave。咁遠紅外波就 Far Infrared Wave。咁跟住咧，最後咧加上一個叫溫灸Thermal Busting。咁呢4大組合啦咁形成一個 BioM 2000呢部健美儀咧，咁對我哋身體咧就產生一個保健，或者我哋可以叫做輔助治療嘅作用。咁究竟係什麼一回事咧？咁大家即係呢個幾兩個星期，我諗都即係好常見呢個即係行雷閃電。咁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實我哋喺生活喺地球嗰度咧，已經係一個高電位，係受一個電位或者一個電場影響咁只不過係當我哋即係見到行雷閃電嗰時咧，先知道大自然嘅力量原來係咁大嘅咁另外咧，我哋其實喺地球上高咧生活咧，亦都係受到一個磁場影響。咁磁場對我哋健康咧係起住一個作用嘅，會影響我哋健康。咁視乎即係每個人嗰個狀態啦，同埋你處於地球邊個位置。一個好簡單嘅，我哋知道邊度係東南西北咧，就係因為地球根本上有個磁場。咁我哋可以利用一個指南針，咁令到咧我哋能夠辨別到方向。咁從呢個現代生物或者醫學嘅角度去睇咧，其實我哋身體嘅功能咧都係靠住一個所謂電位、一個電場有一個電位去維持我哋身體正常嘅功能。譬如舉個例咧，就好似一啲神經細胞，大家知道咩叫神經細胞啦？咁我哋個腦或者身體嘅功能咧，就靠一啲神經系統去控制嘅。咁神經系統點樣傳遞一個訊息咧？就係靠住呢個電位。如果冇咗個電位咧，神經系統咧就會失靈。咁另外咧，身體好多重要器官，譬如心腦都係靠住呢個咁嘅電位去維持一個正常嘅功能。咁大家我諗即係在座各位聽過咩叫心電圖啦？譬如有人係或者係個心有事，冠心病，佢就會去醫院，咁醫生咧就會去 check 下個心電圖有冇變化。咁呢個其實已經證明咗一個正常心嘅功能咧，靠住一個正常嘅電位去維持。咁另外就係腦電波啦。咁我哋瞓覺嗰陣時、清醒嗰陣時，腦電波都會唔同㗎。咁其實又係反映我哋腦部嗰個運作係靠住一個電位嘅變化去呢個維持呢個正常嘅功能。咁咧呢個咁嘅電位咧係對我哋嘅功能咧，身體嘅功能咧係有一個作用，已經係即係冇可以置疑啦。咁我哋睇下，隨着年齡一路增加咧，你睇下人嗰個電位咧，嗰個平均嘅電位咧
就會隨住年齡咧一路降低。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即係呢個我哋身體隨着年齡一路增加，身體功能嗰個衰退係成一個即係平衡嘅狀態。呢個其實係説明咧，電位嚟講維持一個正常嘅電位，對我哋身體嘅功能係有住一個好大嘅作用。咁我哋就想睇下究竟呢個電位或者電場對我哋身體嘅功能點樣產生作用咧？咁頭先介紹過就係我自己本身係從事即係中草藥研究點解啲草藥對我哋身體有一個保健作用。咁我有機會認識到 Bio-M 呢部即係4大結合嘅一個高科技儀器啦。咁我第一喺度問嘅就係點解？問自己先啊，即係點解呢部機可以產生呢個作用？咁我哋首先咧就睇究竟電場啊，高電位產生嘅電場對我哋身體造成咩影響咧？咁我哋就睇過一啲研究嘅報告啦。首先就發覺原來呢個電場對我哋影響咧，最主要係一個影響我哋一個自律神經系統。咩叫自律神經系統咧？就係我哋身體嘅五臟六腑咧個活動咧，都要隨住我哋身體嘅內環境或者我哋嘅外環境，譬如今日天晴天暗，都會影響我哋嘅心情嘅。呢個點解會咁咧？亦都會影響我哋身體嘅功能。呢個其實就係因為呢啲咁嘅環境因素咧，會影響我哋自律神經系統。呢啲自律神經系統咧就會影響我哋五臟六腑嘅功能嚇。咁自律神經系統咧，其實係分開兩大嘅類別，一個叫交感神經系統，一個叫副交感神經系統。咩叫交感神經系統咧？交感神經系統通常咧會令到我哋興奮啊，就會身體咧就會即係一個興奮嘅狀態。咁所以咧，我哋用中醫學嘅陰陽去辨別呢兩個神經系統咧。咁大家或者聽過中醫學咧，或者中國人講醫學咧，好多時都係要講陰陽平衡啊。咁啊，西方醫學嘅角度咧，其實佢哋認為咧，陽咧就係交感神經系統嘅刺激，副交感咧就屬於陰啊。咁所以其實就係中西醫學係有一個吻合嘅，即係點解會吻合咧？其實就好簡單，中西醫學你都係講緊個人啫嘛。啊，同一個人唔會又因為西方醫學去解釋，或者用中醫去解釋係唔同咗。咁咧喺個電場點樣影響呢個神經系統呢方面去睇咧，我哋發覺咧電場其實有分兩種電場啦，即係電極會有正同埋負。咁負電場咧其實咧就會影響個副交感神經系統，咁令到咧我哋會即係比較鎮定啊，即係坐喺度唔好周圍跳啊，會有啲催眠嘅作用，同埋咧個人好似好爽㗎嘛嚇。咁譬如有啲天氣會令到我哋嘅副交感神經系統，譬如秋天啊嗰啲咁嘅天氣咧，會比較佔優嗰陣時咧，你個人都會爽啲。咁最近就唔得啦，最近就個交感神經系統嘅刺激比較多啲，個人比較立啲，同埋咧即係好似即係唔係話興奮嗰啲興奮，好似處於一個好緊張嘅狀態。咁其實電場咧係對呢兩個所謂即係自律神經系統，以至到影響我哋身體五臟六腑嘅功能，點樣去適應環境，係影響一個即係發生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咁個問題就係，究竟我哋應該用負電場，因為正電場咧？啊，咁答案咧就係兩個都唔係。我哋用交流高電位產生嘅交流，隨著時間不斷轉變嘅電場。咩叫不斷轉變咧？即係又正又負，又正又負。咁呢個有乜？有正電場，幾秒就轉翻負電場。咁呢個有咩作用咧？咁啊喺我哋嘅理解咧就好簡單，就係如果你不停咁樣令到你個身體某一個系統係一個動態嘅平衡咧，咁身體咧就隨時係可以，只要你個自律神經系統係自己身體裏面一個功能。如果你喺一個電場一個交流嘅高電位
係一個轉變嘅電場咧，咁咧就會令到呢個系統咧更加能夠適應內環境同埋外環境嘅需要。咁隨時咧將身體不平衡嘅狀態咧達到一個平衡嘅狀態。咁從呢個生物化學或者醫學角度去睇咧，其實呢個高電位或者交流高電位咧係能夠鞏固呢個細胞嘅電膜位。睇同大家已經介紹過。個電位嚟講咧，對於我哋嘅神經系統，其實對於細胞身體嘅功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如果冇咗呢個電位咧，個細胞咧或者個身體咧，等同於喪失個功能。咁亦都係會因為佢刺激呢個離子嘅交換啦，咁能夠令到個血液咧維持一個微鹼性。咁大家即係如果有研究呢個即係血液或者睇個血液嘅報告咧，一個健康嘅身體狀態咧。嗰個血液咧個酸鹼度咧應該偏向一個微鹼性。咁另外咧就係因為呢個咁嘅緣故咧，嗰個維持呢個離子交換啊，或者係血液嘅酸鹼度一個微鹼性嘅狀態咧，咁亦能夠促進呢個細胞嘅新陳代謝。咁大家知道新陳代謝嚟講對細胞其實係一個最基本嘅要求。咁細胞咧就要求好少嘅啫。佢有能量就得㗎啦。唔同人人就好多細胞組成，咁要求比較多啲。咁所以新陳代謝嚟講，其實係解決咗一個人體最基本嘅要求。咁超長電磁場、超長波電磁場咁能夠產生咩作用咧？咁就好簡單。任何嘅電磁場，或者呢度有啲比較年青啲嘅朋友讀過呢個物理學。一個電磁場一個轉變咧，就會產生一啲所謂感應嘅電流。咁我哋即係發電機嘅原理，亦都係咁樣。咁如果一個超長波電磁場喺個身體會產生咩作用咧？亦都係會產生感應嘅電流。咁呢個會促進呢個頭先講啦，離子。咁我哋身體細胞裏邊同埋細胞液，即係細胞出邊嘅液體咧，係好多離子。咁呢啲離子咧係維持呢個細胞個功能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隨時咧要即係啲離子咧，佢唔係話停喺度唔喐，即係要視乎咩情況咧出入個細胞。咁呢個咁嘅超長波電磁場咧，就我哋研究發覺咧係即係根據一啲研究咧，就係可以促進呢個離子進出入細胞，亦都會影響所謂細胞膜嗰個通透性啦。咁細胞係有個細胞膜，大家知道。咁出邊譬如血液帶俾細胞啲養分係點樣入個細胞嘅咧？一定要經過個細胞膜。咁如果細胞膜嘅通透性增強咗咧，即係表示咧你食咗落啲嘢咧，個細胞都吸收得到。咁所以呢個係喺細胞產生嘅廢物，亦都可以即係排泄出嚟。咁呢個係對嗰個促進嗰個細胞嗰個新陳代謝啦，或者一個功能咧，係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另外咧，一個係同中醫所謂嘅經絡學説有好大關係。咁其實經絡就係一啲我哋一啲穴位，經絡就係身體遍佈身體嘅一個即係維持我哋功能嘅一個信號嘅傳遞系統。你大家可以咁睇。咁每一個經絡，身體嘅經絡咧係好多個穴位嘅。咁所以我哋有時針灸咧，係針某些穴位咧就可以刺激某一個輔助，或者增強某一個經絡嗰個運行。咁呢個經絡嗰個性質咧，其實係受一個電磁嗰個狀態嘅影響。如果我哋用超長波電磁場影響個身體咧，或者係去放射落身體嗰度咧，咁呢啲穴位嗰個敏感度咧就會得到調節。咁令到咧身體能夠利用經絡去控制我哋身體嘅功能嗰個敏感度啊，或者個靈活性咧係增強咗。咁所以其實就係每一個功能咧，都對身體嗰個點樣控制身體嗰個功能咧，包括嗰個嗰個交流嘅電位啦，或者電磁嗰個電場啦，嗰個超長波嘅電磁場啦。咁另外咧有一個超紅外波，咁其實我哋話紅外線。不過呢個咧就比較再長啲嘅電磁波嘅紅外線。咁其實加埋呢個溫灸咧，溫灸其實好簡單，就係加熱啫。咁呢個咧，咁大家或者都有啲經驗，如果身體撞瘀咗啊咁之類啦，隻眼俾人打瘀咗咧，咁敷佢，
咁其實係加啲熱落去。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温灸嘅效應啦。咁呢個效應其實係好簡單嘅啫嚇。咁你煲水，煲滾佢啊，加啲熱，啲水嘅分子就會滾出嚟。咁其實你係加強咗嗰個分子，啲水嘅分子嗰所謂動能嘅能量。咁我哋用啲超紅外波或者温灸去加熱，將啲熱導入個身體咧，有咩作用咧？其實就好簡單。咁我哋讀生物化學就知道啦，即係如果細胞裏邊啲分子嗰個熱能增加咗咧，嗰個生物化學嗰個反應咧會增強咗。咁即係換言之咧，講翻就係嗰個新陳代謝咧，亦都會增強咗。咁就另外一個咧就係好簡單嘅一個作用，就係將嗰個微絲血管擴張因為嗰個增強咗嗰個生物分子嗰個振動咁令到咧嗰個血液去灌溉嗰個細胞咧，就變咗一個效率更加多血液去灌溉。咁譬如受傷咗嘅細胞、肚餓嘅細胞或者即係好多排泄物未排出嘅細胞，咁就會可以順利咁樣經過呢個血液嘅灌溉，去帶入或者帶出嘅細胞。根據呢個利用呢個 Hoff 啦，呢部儀器咧，其實已經做過一啲臨床嘅驗證。咁大家你睇下咧，紅色嗰啲咧就係嗰個有效率係超過80%咁你睇下嗰個效果咧，其實係對失眠啊、頭痛啊、疲勞啊、關節炎啊、神經衰弱啊、胃病啊、血循環差啊，或者係痔瘡啊呢啲，即係同循環或者係啲經絡唔通影響嘅疾病咧，嗰個效果尤其顯著。咁我哋而家呢度就即係費事班門弄斧，一陣 Dr. Wong 會即係同大家分享下一啲佢使用呢部Bio M2000對一啲病人嘅一啲經驗。咁咧，我今日或者講埋呢，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臨床啦，一啲證據就係隻腳或者手咁紅色咧代表有血道用一啲探測血液嗰個熱量嘅儀器，你睇下用前用後咧，嗰個血液嗰個流經個手部或者腳部咧係增高咗嘅，紅色嘅比較多咗咁呢個背部或者呢個面部頭部咁樣，都係用一個比較客觀嘅科學嘅儀器去探測到，係發覺血液的確係嗰個分佈係多咗，即係對於身體嘅部分。咁今日即係其實最主要我想講嘅咧，就係頭先介紹過，我今年3月就即係接受 Bio M 公司嘅委託，係對呢個 Bio M2000 SPA 呢個能量充足呢部機，希望做一啲我自己本身係做藥理嘅，咁就用動物去做一啲實驗，去證明一啲理論究竟係真抑或假。我哋嘅理論對於呢個 Bio M2000嗰個作用咧，就係佢會影響增強我哋身體經絡嘅活動，咁令到咧，即係如果呢一個係個作用係咁樣咧，理論上如果我哋身體服用一啲藥物嗰陣時咧，如果藥物影響身體嘅功能咧，或者保護身體或者對身體產生一啲治療嘅作用咧，係靠經絡去傳遞去個器官某一個器官。咁如果係 Bio M2000 SPA 呢個能量充足能夠發揮佢增強經絡嗰個作用咧，咁理論上咧，如果用咗呢個譬如 Hoff 呢個 Bio M2000咧，係應該係會增強到某一些藥物嘅效果。首先就係呢度講，我哋做呢個實驗咧係想證明一個理論。咁所以咧，我哋做實驗嘅方法咧，我哋就係利用一隻藥叫做5味子素。5味子素點解用5味子素咧？5味子素咧，我就研究咗超過14年咁所以咧我就對佢嗰個認識比較深。咁利用5味子素呢個做一個即係實驗嘅對象咧，睇下用咗 Bio M2000呢個能量充足之後嘅老鼠，究竟嗰個用咗5味子素嗰個藥效
係咪能夠增強咗咧？咁呢個就係我哋實驗嘅目的，亦都係今次我認為係即係我諗呢個實驗可能係全世界第一次做啊！咁就事關呢部機咧，就即係最近先至即係比較多人知。